好，咱继续来读1654年4月初1吼，拜三，早起好天气，但是下晡要暗仔以及半暝吼，顶半暝透起强烈的北风。4月初2，毋是还有南区地啊？对，我知你念看着吼。4月初2就南区地方会议啊吼。4月初2拜四，早起犹原是强风对北方吹来，天顶乌阴吼阴沉，但是天光了后无偌久，渐渐晴朗，也有日头。稽查官 Adrian Van Berg 对主角讲嘛，稽查官对小解讲 Adrian Van der Berg， 加个加一个 der。1635年以下是商务员坐 Amstel 号出国，伊到台湾以后，伫1641年升到上级商务员。1651年去日本出岛，担任主管。该任期届满以后，转来福尔摩沙。1654年伫遐担任稽查官，就是即嘛吼，稽查官。同一年因为私自贸易被辞职哦，结果稽查官做无一年就去用抬头啊吼。稽查官 Adrian Van Berg 早暗奉长官阁下的命令，转来台湾，要来接替敖粉先生监督这个城堡。命令敖粉先生坐小艇去 Provincia 和其他议员斗阵参加南区地方会议。南区的原住民长老到遐了后，和北区的长老相像，伫迄个大厅里，由长官阁下和伫遐的议员若一个几啊个和因一一来击掌表示欢迎，这应该是拍扑啦欢迎啦然后顺利然后顺利就照例照较早的例由步称手名称三响，并且像北区地方会议安尼，由普罗宾西亚迄座新的要塞，甲对岸台湾的热兰亚城堡，甲乌特区碉堡用大炮鸣炮11项回应然后会议才开始真后日一开始拢放炮啊！大家拢到岛仔就座了后，就像北区地方会议的形式，甲迄寡事项由翻译员用因的语言来宣讲，然后就按照下日的情形进行交谈，就是临时命令开始。伫大白莲长老帕兰邦，我咧想讲，我今日我都读了，无像北区地方会议遮济啦，所以可能今仔日会使读了大白莲长老帕兰邦、马蒂斯、劳伊斯甲安格尼、萨高德，除了劳伊斯过身了以外，其他3个人拢来出席。而即个新乌塔巴勒因为破病缺席，由伊的同伴送伊的罐汤来，因拢互因继续留任一年。劝勉因拢爱像以前所表现安尼继续顺服，赠送一束衫互帕兰邦，用来感谢伊长久以来的优良服务，并且用来鼓励伊继续即个优良的服务。也用来鼓励别人来效法伊来甲伊学啦也赠送马蒂斯一袋因款尔布甲罐汤交互新俄的同伴以后，命令伊爱甲新俄讲，明年伊必须亲自来地方会议出席，也赠送安妮一袋尼管尔布。此外，也甲因全体讲，袂使互因的社民伤接留踮咧田野里，爱叫因留踮咧庄仔内以便因家己和因的囡仔会当
较方便读书吼，去学校读书，渐渐被教化吼。这应该是讲卖，我无啥了解，讲卖定定留伫产业里，叫因留踮要庄仔来，是啥物意思？是叫因莫住啊伤偏僻的所在是哦，还是安怎？好，后一个马里马伦吼，就荷兰文写 Verovoran 吼，有 Tidara 和 Karangalan Volk 来出色吼。Oleg 和 Sagotis 拢过身，因的贯汤由临时派任的 Tavobon 和 Tagome 吼 Towin 带来遮。即寡人拢先甲因改制了后，佮重新甲因任命，赠送 Tidara 一领日本的丝袍，甲2块尼管尼亚布，用来授谢因用伊优良的服务，并且来鼓励伊将来继续来顺服。为着即个原因，也赠送加兰加人2块尼管尼亚布，抗免塔古米，头前拢写塔古米。土味，伊这吼足奇怪吼，这毋是头一遍安尼吼，几啊人的名我是拢无念尔吼，就是头前写一个名，后壁写一个款吼，所以就是顶头写含伊对写字念起来无共，但是伊拢会挂好写顶头写做啥物安尼吼，真奇怪啊！笔误呢，佫毋是吼，现在差足含的吼，差到写。伤离谱啦吼！我毋知影这到底是啥物问题。抗免即个塔古米和塔拉蹦吼，顶头写做塔沃蹦吼，用爱困以接受，如此则将来也会当得到相当的奖赏。对因全体非常严肃来讲，非常严肃来甲因讲，因必须爱训诫因的社民爱顺服，并且爱团结和谐。伫阿高长老的名叫做苏伦、Singo、Goris， 别称是 Dinan 和 Steven， 别称叫做卡罗蒙。即寡人拢亲自来出色，因全体拢被指责对因的职责太过难施。不过，伫咧相信因的改进的情况之下，犹原互因继续留任。此事也明白来甲因讲。并且劝诫因爱互因的社民顺服、团结和平，如此就将来一定会得到奖赏。伫塔楼斯瓦德楼塔楼社，荷兰文写斯瓦德楼吼。长老 Thomas Tavesi 吼 ，Adam Tavon、Valis 移动，这。已经有荷兰人的名吼 ，Thomas Tavesi 即个叫 Adam 吼 ，Thomas 这一看这无可能是原住民的名嘛，Thomas Thomas 好 ，Valis 移动 Rocky 甲托瓦和塔美索瓦拢亲自来出席，只有。他们拢无来，因为伊对伊的职务无适任，而被政务员欧拉利奥解职，派塞隆迪欧纳来接替伊的位。这个人也来出色，希望伊将比伊的前任更较有作为，所以就命令伊和其他4个人同齐担任长老的职务，也甲讲，如果表现优良，将会得到奖赏。因村下的人现在已经和 Terodigan， 就是罗凯族多纳社的人和解，因此这个社也派2个因的人来处理。这个和解也由双方的人来击掌确认。因请求释放用苏联受禁的 Tamarede， 阮该同意咯。水那部长老马里戈斯亲自来出席，因为伊表现良好，所以互伊继续留任，并且赠送伊一块尼管尼亚布。
即嘛无送空安部啊，全该送即种部啊，你管你啊。对尼尔多尔普水电脑叫做新塔老虾，又个称作尼卡拉巴拉贝巷，是一个小村社。长老达马尔亲自来出席，所以互伊搁再继续的留任。伫西伯利亚人即个小村社已经灭绝，因此无人来。但是长老拍牌都走了，PAPIE 啊，毋是拍牌咯，拍皮都走了对铁打战这个汉尼社大德基。巴林和塔乌两人拢亲自来出席，但是塔加里是因为年老无法度来，派伊的后生送伊罐汤来。因为证实因拢表现良好，所以这三个人拢搁再继续留任。伫奶奶就历社历量的历，奶奶长老名汉字写历啦即个汉字当然毋是迄当荷兰人咧用的汉字啦应该是这后来咱用汉字的人去留的即个名啦去称呼即个名叫历长老名叫塔加西昂、巴纳贡、托加沙拉和沙旺这四个人，全部拢来出席，因为因表现良好，所以互因继续留任，劝勉因来督促因的囡仔爱去上课，安尼知识才会渐渐增加。塔加上是最近首先来甲阮讲，因附近村社要，算头一个来甲阮斗啦，讲附近村社要叛变的人就是即个塔加上是头一个来甲阮斗的人因此赠送伊一领日本的丝袍甲2袋尼管尼亚布，也赠送其他3个人各1袋尼管尼亚布。因也请求释放一个用苏联受禁的原住民，叫做 Bonok， 阮也甲因释放去互因对家庭社卡拉邦、沙旺、Hendrik， 别号叫做 Ranjin 和阿里莫拢来出席，拢互因继续留任，也感谢并且学了因的顺服甲服务，劝勉因爱继续安尼继续落去。特别是对来往伫个避难的即个女人女人就是女性的人，爱互因各种的协助。因要求要释放一个少年人，名叫做 Owaro， 伊因为偷窃偷摕物件，对旧年到现在一直用苏联受禁伫台湾，阮也同意因的请求。如果因就是连个社的人也共款指出，新仔人踮遐大量咧扑查的即个代志，所以赠送因4袋尼管尼亚布啦伫咧放索亚荷兰文写放索亚，长老纳诺克、埃莫、沙旺甲乌林这4个人拢来出席，也拢继续留任，也因为因的优良表现，各赠送1袋尼管尼亚布。此外，Nanoi 顶头写做 Nanok， 搁核证，就是得到一领日本的棉袍。因请求释放一个用苏联受禁的人，叫做塔古美，也请求释放一个被关伫罗角面的富人人，叫塔比诺。即寡拢答应因咯。下日的村社是伫个卡里通干的农桥地区，对迪索农纳萨迄个女酋长查某，即个带头的是查某的就对啦女酋长无来，由伊的女酋长女酋长由伊的兄弟代替伊前来出席，伊请求互因的村社迁徙到后面约1点钟路程的所在，此事甲因同意，条件是因必须尽力去引带山区的其他的人
来含因大做伙，情送即个兄弟2岛年关领报，并且甲伊讲，如果伊的姊妹明年来出席地方会议，将会受到体面的欢迎甲馈赠。来，我查一下即个馈赠的即个馈字，台语要安怎读？Command C， Command V， 为什么 copy 不来？我再来一遍 ，Command C，Command V， 真正无度发生什么代志？好，copy， 打起来，贵馈赠即个馈，读做贵，尊贵的主家人叫做贵尊贵的主家人主家人有尊贵美娘嘛叫做贵，迎门献神叫做贵，送人烧送嘛是贵馈赠嘛送人烧送献互神拢叫做馈贵。我看台语大书顶有用到即字无？贵无？好，讲甲即个旅游长的兄弟讲啦讲明年若是因的姊妹毋知是阿姊啊小妹来出席即个地方会议，将会受到体面的欢迎甲归赠归赠啦即个赠我真正捌查过赠送的赠。精应该是读精吧，第七声吧。为什么拢无法度 copy paste？ 我的小卡器拢敢若无效去。Command C，Command V， 真正无呢。装小的。我要查这个，可能是我的起步规个无电去的款啊。好，真歹啊！你听，起步都无法度拍哩。我来充电。充电。好。这个充电嘛无效。好，用 mouse。好，精我拄则咧看这个赠送，这个赠的是读精第七声精无毋对这个精字应该是大词典，应该台语大词典应该有啦我先看 copy。paste， 我等下若要拍字要安怎拍？精，是几数？精精品、精达、精武这拢是台语大词典有收的文伊写精达。赠答、赠送答谢、赠答、赠物，拢是日文啦赠位、赠送、席位赠送、赠嘛会使读做行行送、行是啥物意思行就是行啦三行行甜果行甜果。行葬，
因为读做 HENG 第七声嘛吼，囥头前变调变形的，七变三变形状吼。所以读敢若讲我形你物件呢，但是毋是，这是送你状的意思吼。形甜果是送你果，但是我知影伫台湾吼，送果送状，敢若大家较无爱吼。这是迄原因是安尼啦吼，就是讲一般你果状，这是拢是年做吼，年做时你食嘛吼。过年甜果吼，5个做吼。做肉粽什么情形？恁兜家己无咧包肉粽，无咧做甜果，恁兜出代志，恁兜有凶事嘛？所以就无心情包肉粽，无心情包甜果嘛吼。无做甜果啦吼，炒甜果啦吼。所以就人会送你。所以一般人无爱人送，就是讲阮兜无出代志吼，你免送。你要送我摕一只钱互你吼，我摕1箍意思，甲你买就对啦吼。所以讲形状形果，我咧想讲，敢有人咧真正人咧送果送状吼？毋知影恁等去问看觅吼。形口分吼，我拄讲前个一个音吼，形吼 HENG， 这台语大字等于收诶吼，形口分吼。道猪道羊吼，就是台猪台羊等等诶时阵诶分个人分诶肉，就是。这形口分就是要安怎讲？就是这猪羊吼，公家分就对啦。一个人分偌济份安尼啦，叫做形口分吼。但是即寡词其实我拢毋捌听过呢。形果敢若捌听过，形状形果敢若捌听过，但是迄当阵拢想讲是规范伊的形理吼，因为变调拢共音嘛，对阮来讲吼。泉州腔共音。好，咱转来日志遮吼，讲吼，我这读遮久，读迄个吕院长因兄弟仔，甲因兄弟仔讲，明年恁姊妹来吼，受到体面的欢迎甲规正吼。即个吕院长的兄弟答应将会尽力贩售，互伊来阮遮。即个写有一个恶徒，甲一个名叫做。归前龙桥的新仔人白相伫咧散步中用即个标称写示吼，因此长官阁下一个悬赏啦吼，悬赏掠着该恶徒者，会当得到15道看眼布吼，看眼布阁出现啦吼。看眼布一向伊拢写罗马字 CANGAN 啦，我就点就是看眼布吼。悬赏即个旋律我查一下吼，音佫无啥会记啊。我即嘛无法度 copy paste 是要安怎 ？copy paste 读下。好闲吼，好，台语大词典有用到即个闲字呀，这等要安怎？闲下分下乌，佫会记哦，即种读课我拢袂记吼。下分吼，部分挂咧，叫做下分。下分吼，下乌就是日头下乌，日头要落山吼。台湾无落山啦，但是就是下乌吼。日头顶下至见山，日头下山啦吼。当然，即种你着看得出这是语言演变嘛吼。语言较早伫咧即个西南地区吼，日头是会下山，伫台湾是袂啊，日头一定是落海啊，袂下山啦吼。下就是悬山，互你写汉字，悬上迄个悬吼。下伫山里吼，下伫山顶下山吼。下地
代志途中受主动暂停，代志下地下地现就是现场现象现象日语读现象，我大概读现象我是应该是读白话音啦现象好代志下地。好啦，这其实进前早找过，我袂记了，今仔日搁重看因此，中华国下现象掠着该恶度会当得到15道空安报就是用即个标称杀死人的迄个人啦对龙桥即个社分做2个社级，另外一般称作伶丁后壁汉字写龙峦伶就是龙啦峦就是山峦迄个峦但是荷兰文写伶丁另外一般称作伶丁长老就是龙桥的以个性的君主塔塔的后生，因为骹伤无来，由伊的兄弟 Regis 代替伊来出席。虽然如此，犹原命令上述长老继续留任，并且赠送一领日本的衣袍甲一块尼管尼亚布，也赠送一块尼管尼亚布互伊的即个兄弟 Regis。对伶丁拄则是龙桥嘛，讲即嘛分做两个社，一个龙桥，一个伶丁。对伶丁长老叫做 Pogoro 无来，也无别人来，因为该社发生严重的即个传染病的款写疾病啦对 Colalos 长老是土港，也如同上述理由无人来。对 Valangis 长老是土杜卡，如同上述理由无人来。对卡塞勒也无人来，不过因8五政务员欧拉里奥请求和平承诺将会顺服，因为8反叛里内心会惊，毋敢来参加第5会议。因经由该政务员请求，互因贯通即个代志，阮答应，甲贯通交互即个政务员。萨迪社的人也提出甲即个卡塞利社共款的请求，并且共款得到同意。对 Sodora 长老提卡巴无来，也拢无人来，因为遐也共款发生严重的疾病。对 Barbarus 女酋长提沙亚罗因为年老无来，派伊的仆人代替伊来出席。因为有即个理由，就命令伊继续留任。不过命令团话互伊讲，伊的出席若是有可能啦，出席啦将会互阮非常的欢喜，也将会赠送礼物互伊。对 Barbarus 即个社已经叛变，因为遐即马疾病猖獗所以也无人前来。我来查一下猖獗又阁是要安怎读法？我即马速度就慢的因为我都爱用 mouse 去加落来打起哩，啥物有诶无诶。仓读做清一清两清，清清白白迄个清绝呢？绝读做过或者是缺过甲缺应该拢会使可能一个白话音，一个读字音过可能读字音，缺可能是白话音五月强亲像擦拢叫做过缺清缺清过那我来查一下猖獗伫大理大书店有即个词无？无，那高一字咧讨厌呢，无法度。冲大理大人清读做冲冲过冲缺大理大人即个冲是
伊汉字写冲公吼，冲公，冲公是龙背金章向公仓促吼，做代志真冲公吼，冲公。即个过呢，过字呢，睇你大书顶修啊，大象无，完全无。好，讲到巴巴鲁斯写，即写已经叛变，因为遐一边冲垮冲过，所以也无人前来。伫托哥堡。铁多个个性沙拉落妖我的，但是无亲自来出席。伊的官汤由伊的仆人替伊炸来，伊也命令伊的兄弟替铁多个炸官汤来，但是伊迄个兄弟因为破病无来，沙拉落继续留任，赠送迄个仆人各人一袋年关年布，并且命令因爱甲因的主人讲，明年爱亲自来出席。对波西波西克，稍等吼，摕起来我的表啊。上。你看时间吼，10点过6分。我表啊咧充电，即嘛即个，我即个起步充电，一条线充看卖啊，看充入去，是毋是无电呢？应该是无电吧。充电充看卖，好。哦，读到倒位啊？对即个basic， 因为遐发生疾病吼，卡莫迪斯甲铁加林两人拢无来，也无别人来。对卡罗内斯、铁加棒甲铁迪加多两人拢无来，一个破病，一个脚受伤。因拢派仆人送罐汤来，两人拢甲因继续留任，拢为着要好看，搁赠送一袋年关年布。对南方的地势卡党吼，他只有无亲自前来，因为伊含全社人拢破病，因此伊借用一个卡列纳社的人送伊的罐汤来，互伊继续留任，并因为对伊的工作无所指责无法度通指责伊吼。伫老毕汉字写老不老佛啦老不啦老佛长老是话东但是遐人拢破病即嘛是南部村社，即嘛是拢着做啊，因此拢无人来伫马萨兰长老叫做雷破病无来，由伊的仆人载伊的罐汤来，因为伊表现良好，所以互伊继续留任。对马拉卡蒂因为破病长老铁毒去无来，也无别人来。毋是破病啊，因为疾病因为这拢写疾病，应该是讲这只传染病的款。对南言语长老叫做提巴戈隆昂，因为惊毋敢来，因为伊个人去扑几下放哨仔人的头因为这代志伫不知情的状况之下发生，所以请求原谅，并且已经处理政务员欧拉里奥和放哨仔人的谅解，因为被杀死的人拢一
拢是一寡流浪的人，因此阮也原谅伊哦。命令人甲伊讲，伊现在继续留任，以后爱亲自来出席地方会议吼。对塔拉贵吼，叫做铁甲比无来，也无别人来，因为有疾病吼。哇！南部流行病真严重的吼。蒙阿利吼，叫做蒙古利吼，蒙阿利汉字写蒙阿利，还搁伫反抗吼，对卡那加社吼，伊土王因为破病无亲自来出席，但派伊的仆人来，按照处罚因的命令，作为因和圭罗老社和塔拉古巴社的人承认杀害几个阮荷兰人的过错。因必须爱每一年炸一只严格的个猪公来交互阮。不过因就是因有杀荷兰人啦吼，所以必须爱炸即个看只猪公啦吼，严格的猪公来交互阮。啊，毋过因请求解除即项每一年的负担，因为这对因压力太重，因为因能力薄弱吼。对此，阮回答讲。等伊土王吼亲自来出席地方会议，迄时才来看应该如何来决定。对圭罗老吼圭世节无亲自来出席，派伊的仆人送伊的罐汤来。圭说讲，伊因为还阁太少年，所以无来。不过还是互伊继续留任，并且命令该仆人将罐汤搁再炸转去交互伊，并且甲伊讲明年必须亲自来出席。按照每一年的义务，因也必须爱炸一只严格的猪公来交阮。对此，因也请求甲因解除即个义务。对此，阮如上述安尼来甲伊拒绝。对塔拉古布斯吼潘古因为破病缺席，由伊的仆人替伊来出席，因为因杀害荷兰人和圭罗老社和加南加社共款被处罚也是爱每一年炸一只严格的猪公来，但是无炸来吼。因答应讲后一次会炸来。虽然如此，犹原命令伊继续留任，并且因为破病即道该原谅，但是命令伊后一次必须要亲自来出席。伫个历史塔里基迪吼，叫做历史汉字写历史。东甲东和加里奥两人拢无来出席，只敢若派一个仆人来。不过即次也互因继续留任，并且命令该仆人甲因讲，如果后一次阁毋来出席，阮就要下令因附近的村社发动战争去攻击因，用来处罚因的反抗。对奇米奥现在摕有权汤的已故长老提巴加里奥的兄弟 Civic 因为破病缺席，但是派伊的仆人送罐汤来，因此命令 Civic 顶头写做 Civic 吼，一个 CK 一个 CQ 啦吼，继续留任。对 Palolo 吼，叫做 Guenic 也因为破病缺席，但是派伊的仆人来，所以互伊继续留任。伫 Sufnik 是皮松多和顶头共款情形，拢互因继续留任。对 Paris 卡林布因为年老无来，但是派伊的仆人来，因为表现良好，所以继续留任。伫塔拉拉利亚、提波罗罗旺和托拉佐两人拢无来，也无别人代替因来，因为遐发生疾病。对北平的即个图斯加党长老是一位负责人，托伊个伊无亲自前来，但是派伊邀真少年的兄弟叫做苏东，由伊的仆人塔拉旺加斯陪伴送伊的罐汤来。这个仆人去年因为误会被登记做长老，因此泰国顶头写做托伊个继续留任，并且甲即个上述的苏东讲。万一上述托伊个过身，伊就会当摕用该罐汤，前送2袋年款领布互即个苏东，伊早来一粒伊亲自扑的即个蒙阿入人的头壳，用来奖励伊。即个仆人呢叫做塔拉巴加斯，
因为着心直为公司效劳，所以也赠送一块空安布，毋是尼管尼亚布吼。对塔迪克、莫诺和法利索拢亲自来出席。斯但无担任过实际指挥者，已经将伊的权汤交予莫诺，因此嘛无来出席的这两个人，拢互因继续留任，并且佮赠送一块尼管尼亚布。对多拉巴克、卡沃人，因为年老无来，但是派伊仆人来，所以互伊继续留任。对克塞林、塔巴加兹和基布两人拢无因为破病缺席，但是拢派因的仆人来，因此也都拢互因继续留任。下日的春社是伫个达里索，结果呢，达里索结果啦，应该读做国山国嘛，结果峡谷对达里索呢？提波罗罗样亲自来出席，所以互伊继续留任。因讲约了10天到12天前，比南属下的托达加社的人偷袭因3个人，偷袭3个因的人，甲偷扑走，请求保护因，因此命令派驻比南的士官伊伫遮出席派即个命令的士官来保护因，并且严禁遐的居民不得阁有类似的行为，违令者严格处罚。对皮诺、提波罗昂亲自来出席，所以互伊继续留任，并且赠送伊2块尼管尼亚布，劝勉伊继续伊的良好的表现。对普地汉字写做粪地粪的肥迄个粪新加人亲自来出席但是卡罗党因为破病缺席，也无人代替伊来出席。不过这2个人拢互因继续留任，赠送新加人一块尼管尼亚布。对卡维昂干家平汉字写家平。提萨拉冠因为年老无来出席，但是派伊兄弟塔塔尔来，就将权汤含组赠送2块尼管尼亚布交即个人砸转去。对北边的卡罗洛斯，提地党家己无来，所派伊的仆人甲权汤遗失咯，因此为着要搁再来即一年，另外交一支权汤互即个仆人砸转去。对山地提波罗jan家己无来，也无人替伊来出席，因讲太远，所以袂当来。对索罗达、萨加邦亲自来出席，所以互伊继续留任，并且劝勉伊爱顺服。对北边的苏迪老以前甲权汤收回，但是因犹阁咧反抗。对托米尼塔亲自来出席，互伊继续留任，并且劝勉伊明年犹阁爱亲自来出席。对塔基纳人卡拉莫迪斯个新伊的权汤由伊的侄仔名叫做苏波扎来，就将即个权汤交即个人入去做长老，伊先是拒绝，最后也是接受了。卡萨纳纳、塔萨伊阿亚、马西里和塔维社的人拢犹在反抗。对七甲迪拉隆亲自来出席，互伊继续留任，并且劝勉伊明年还阁亲自来出席。18分啊对苏拜埃亚提达拉戈多无来，也无别人来。对苏果社，即社是由塔加马人社建造的。沙波罗王无来，也无别人来。对百元汉字写百元，头前是写做邦议员百元提加猫岛个性提拉比家己无来，却派一个仆人来请求伊，互伊一支权汤，因为旧年伊缺席，所以甲收回伊权汤。对此，伊请求原谅，并且因此来原谅伊，搁再互伊，再接纳伊，并且交一支权汤互，由伊的仆人炸转去互伊。
伫山猪门吼，山猪门，汉语写山猪门嘛，山猪毛吼。荷兰文 Sodemore， 这是应该即嘛的山地门吼，即伫应该是高雄县嘛吼，山地门吼。叫做迪拉古督家己无来，但是派伊后生来，就将县汤搁再交互伊，伊已经真侪年无来咯吼。山猪门啦吼，其实台湾足侪所在吼，台湾足侪所在，尤其是你看即嘛北南社、北南区的村社、北区的村社吼，其实拢有400年的历史吼。问题拢就是即个地名啥吼留落来吼，无简单吼。你看我家己出世的迄个砖头，要看伊历史看袂着吼。咱读着北平的时阵，什物南崁吼，有一回对南崁伊行军用行落来嘛吼，沿路行到德参社吼，伊嘛无讲起阮的砖头吼。当然，阮的砖头迄当阵伫德北嘛，伫迄当阵是无人住的所在啦吼。迄较早拢是因迄个德参社的腊场尔吼，无人住的所在吼，所以无历史啦吼。有历史就270年前吼，就我家己所在吼，270年前，德参社人对中话讲吼，对咱嘛刷去遐的时阵吼，历史才开始吼。后来咱继续读，对苏尼瓦吼、提加尼尼、提加拉莫迪斯吼，含无罗党拢无人来，也拢无派人来吼，遮尔侪村社无人来吼。对东平斯马卡达加达加啊，毋是歹势，读毋对，应该是即个斯马卡达加达加吼，遮尔长吼，即个地名有东分东平甲西平吼，东斯马卡达加达加甲西斯马卡达加达加吼，即两个所在啦，两个村社甲沙波隆瑞即3个社拢无人来。迄寡县汤伫2年前就拢收回咯。对沙巴里尔、塔里尼前来为伊的主人请求一支县汤。普盖拉罗亚已经做过长老，也互伊一支县汤。对卡瓦多、提塔罗朗家己来出色，但是塔贝里朗个性由塔罗高多国代替伊的位来出色。所以交县汤互伊，铁达罗昂顶头写做铁达罗昂吼，但是写法无共吼，我歹念啊。继续留念。下日的村社是伫个基尼多昂结国年以及附近吼。好，咱来读最后一大段啦吼，就是即个村社基尼多昂结国。苏多王又搁称做基尼多昂吼，托火党又搁称做阿里多昂，塔拉奥迪港含沙巴基达人拢犹搁伫反抗。例外只有塔拉奥迪港社的人对即个社有2个人，名叫做提尼含高林，以因的老爸多埃林含Saup 的名义来出色，因来请求得伊含塔老社的人和平联名。因中间因为提拉奥迪港顶头写做塔拉奥迪港人，刣几个塔老社的人头的代志来发生严重的对敌吼。即个和平联名也达成咯，由双方局长确认，也互迄寡2个塔拉奥迪港人各交一支县汤，早转去搁再一次交因的老爸，也命令塔老社人含特拉奥迪港社人不得伫阮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搁再发生战争。前送2道尼加尼亚波斯的互翻译的人，就是担任过长老的达拉维。对沙邦诺克、提斯米斯曼克含塔里管拢无来，也拢无别人来，已经5年继续拢无人来出席咯。
对阿巴索昂提萨高地因为破病缺席，但是派一个该社的人来替伊来出席，所以互伊继续留任。命令伊后一次一定要亲自来出席。对 Terramimisan 铁锅路亲自来出席，继续留任，因为伊表现良好，前送一顿年关年布，并且劝勉伊去劝导邻近山区的人落来平地含因同徛起。对西多达巴托里多克，伊已经真老无来，但是伊的仆人来为着伊的主人请求，互伊一支quyền糖。伊的quyền糖以前被收回，因此就为着要互伊信赖搁再交家仆人一支quyền糖，早转去互伊，希望伊将来有好的表现。即个代志办煞了后，佫经由翻译员全体长老宣讲伫北区地方会议所宣讲过迄寡事项，然后用针甲饮料款待因，互因拢欢喜满足。要暗暝，因就出发转厝咯，也无滴水的时阵，滴水啦我查一下啦乌白念啦，毋知念对念毋对啦。我的keyboard到底是出啥物代志？为什么无法度通用呢？是安怎？卡比打起哩，开始查，毋是开始查第一字，我来个加落来，打起哩，查。D 锤，即个 D 读做加，或者是低这是监字典的啦我看若是大理大字典有无？加当然是加啦，有啦加墙、加水、加音、加全对读做加啊。另外一个音是低。来，咱来看低有啥物？低价就是低价，低价，低气压，它是低气压，低气压就是低气压日文低气压，低气压，然后我爱变调就对，低气压。第二就是利息价，地廉就是俗excuse me， 第六是低落拢即拢日文啦日文词第六、第廉、第二、第气压、第价另外即个锤里呢，低拄则迄个低读低甲加大理大字典嘛是读即两音啦低甲加锤呢，打起哩，读做洗水这是监字典。大理大字典呢，打起哩，洗第七声第五声第七声，洗搁水相款水第五声水。好，来我来甲例句来读一下读一遍就好。洗食甲生洗，肥甲生洗。漳州腔读水，生水就是喙下斗顶顶生过来迄个水落去肉，啥物意思？双下巴啦，生水啦，生洗啦暗洗看你是漳州腔还是福州泉州腔？暗洗食甲生洗，食甲生洗肥甲生洗吹啦就是吹啦，洗吹所以洗即个音洗，过来我就无爱过一次直接读词。洗角
西居、西落、西落吼，都说即种西吼，搁来是随，随就是随手啦吼，随手吼，随手随鱼垂鱼吼，垂鱼就是垂鱼，什么挂钩的意思吼，随鱼吼。可能是迄个钩，做甲一只鱼，所以叫做随鱼吼。鱼啦吼，随鱼。随缘就是流烂吼。但这是文言词吼，平常时讲话袂安尼讲吼。垂涎啦吼，随缘。非常想要爱，叫做随缘千中吼。流烂流甲长安尼吼，随缘千中，一千长，一长啦，一长叫做中吼。随杨柳，垂杨柳，随枝柳吼，虽然挺静，虽然听到这文言词啊，虽然挺静，随柳吼，随头随滴，随担随石榴，随落好，也无追随一时，搁会阁下坐一只小艇转台湾。另外，阁下陪同伊的几个位先生，然后踮咧普罗宾西亚吼，你看地方话去开线，你看遮尔悠闲吼，遮尔轻盈，安尼大家心情遮轻松吼。公司的士兵也倒转去城堡归队咯吼。一天结束31分啊，超过1分钟。南区地方会议今仔日4月初2自拢甲读煞。好，明仔载再搁继续啦吼。即个地方会议特别的长，今仔读规工的时间读煞。明仔载，今仔我食拜3吼，明仔载我食拜4吼。欢迎田兄兄、芭比、Sunny、玉文、Marina 吼，咱老朋友，感谢恁吼。双下巴啦吼，生水吼，希望个生细，生细。好，希望各位无双下巴吼，爱运动啊。OK， 好啦呢，读到遮咱来关饭哈。好，多谢阿官，多谢大家。